歡迎大家收看由辣椒出版 Digi 數碼雙週攝影叢書系列製作 Canon EOS 500D 連拍儲存速度測試短片。我係阿 Sam， 今日為你示範嘅 Canon EOS 500D 配合3張唔同速度嘅 SDXC 記憶卡嘅連拍速度測試。咁首先第一張測試嘅記憶卡係 SanDisk 嘅 Extreme 3 8GB。每張記憶卡我哋都會使用3種唔同嘅檔案格式作連拍測試，每次會連拍20秒嘅。咁第一個檔案格式係 RAW 加 JPEG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待機身完成佢嘅剩餘檔案儲存。完成，跟住我哋更改個檔案格式為 RAW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待機身完成剩餘檔案嘅儲存。完成，跟住我哋更改檔案格式為 JPEG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待機身完成剩餘檔案嘅儲存。完成，跟住我哋更換記憶卡。第二張測試嘅記憶卡係 SanDisk 嘅 Ultra 2 8GB SDXC。第一個測試嘅檔案格式係 RAW 加 JPEG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緊機身完成佢嘅剩餘檔案儲存。完成，跟住我哋更改檔案格式為 RAW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待機身完成佢嘅檔案儲存。完成，跟住我哋更改呢個檔案格式為 JPEG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緊機身完成佢嘅剩餘檔案儲存。完成，跟住我哋更換第3張記憶卡，係 SanDisk 嘅 Standard SDXC 8GB。同樣地，我哋首先設定個檔案格式為 RAW 加 JPEG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緊機身完成剩餘檔案嘅儲存。
完成。跟住我哋更改檔案格式為 RAW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緊機身完成剩餘檔案嘅儲存。完成，跟住我哋最後更改個檔案格式為 JPEG， 測試開始。夠鐘，而家等緊機身完成剩餘檔案嘅儲存。完成，我今日嘅測試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觀看。